崔白因数10日的临摹作画，对奴有了好感。奴也因他的画，对他有了倾慕之心。他以秋浦融冰图表白，奴受了，许他出宫之后，托付终身。秋荷担保，绝无半句虚言，丝毫隐瞒。奴与崔白私定终身，的确有违宫规，但发乎情，止乎礼，从无苟且之事。意欲让司宫令查验奴的清白之身。你向朕坦白此事，是想让朕兑现承诺，不记你违反宫规之过，放你出宫？不，奴主动向官家坦白此事，是相信以官家之圣明，听了此事原委，便有明断，绝不会让有心人捕风捉影、夸张抹黑、胡乱攀扯、借刀杀人。秋荷有违宫规之过，自当受罚，绝无怨言。哦，那你来向朕讨这个承诺，想求什么？耗费官家大半个时辰，亲自听奴讲述这其中的来龙去脉，这便是秋荷所求的。至于怎么查、怎么判，那恐怕涉及律法宫规，牵扯太多。秋荷怎敢以旧日承诺要挟官家？秋荷谢官家一诺千金，兑现承诺。你宁可自己受罚，也要来向朕坦白，是怕崔白前途受累，还是怕连累了皇后？然而，你便不怕如此，更坐实了崔白放浪，而皇后治下不严，甚至故意借用身边人拉拢前朝吗？奴只怕官家不知真相。官家既然知道了，怎么罚奴，奴都没有怨。奴也相信，官家知道了真相，亦会给娘娘一个公平。你倒是比皇后对朕更有信心呐。娘娘深爱官家，便患得患失的，人在其中，倒是看不清了。你这个小姑娘倒是有趣的紧，怪不得她喜欢你。好，既然你如此坦荡，朕也明白告诉你，你与崔白之事，这几日确实传得沸沸扬扬，也确实有人提出，所有涉及人等需细细勘察，甚至起诏予断炼。不过，朕原本就不欲继续再追究此事，今日听你详细说了，心中便更有底了。只是，朕想起皇后提过，这几日要放一批宫女出宫，朕猜测这其中便有你罢。是。不过奴已经决定，求娘娘留下奴，不出宫了。既然已经起了议论，若此时出宫，必会有人追查。奴不想，也不愿连累崔白，而且奴也舍不得娘娘。奴愿一辈子守着娘娘，伺候娘娘。你对她的忠心，朕都有些羡慕了。是秋荷一次次给娘娘惹麻烦，对不起娘娘。娘娘从未责怪，反而对我一直照拂。秋荷觉得，如果能留在宫里，有这些花儿、粉儿、官子、花钿给我摆弄，还能留在娘娘身边，得娘娘教诲，是奴莫大的福气。
官家，娘娘在外要做事周全，仪态万方，让六宫敬服，前朝赞许，不能出一点错。但内里，她也有喜怒哀乐，惊惧懦弱。然而，她既不能将委屈诉与父母兄长，也不能诉与夫君。对她的夫君而言，她不仅是妻，她更是臣。她觉得，她因为主上分忧而不敢给君上添累。宫变那日，娘娘不会想与官家同生共死，她只会万死不辞保护官家。她是先把自己当成了官家的臣，而张娘子违背谕令，强行出阁，官家不追究她违令，温柔相护，不论对错，只有宠爱。官家，娘娘看在眼里，她除了伤心、委屈、难过，她能完全相信官家处置此事能公平公正吗？他如此处置灵儿，合乎规矩，又杜绝了别有用心之人利用灵儿来攀咬。但是朕的心中其实有更稳妥的打算。朕怨他不信朕，但是你说的对，这多年来，朕如此对他，他又怎会全心全意的信朕呢？官家，娘娘其实孤单得很，秋荷求官家，让秋荷一辈子守着娘娘吧。好，朕答应你。起来吧。你一会儿去内东门，也给张茂泽带个话。他多日来的奔走，真是辛苦了。让廖子随你一起去，把那个箱子也一起带给他。然后，让皇后亲自给朕送2坛桃夭过来。上一次没有喝好。张先生，我知道你一切是为了官家和娘娘，不耻降鸾阁一贯作为。只是你知道先妃后郭氏是怎么死的吗？她不是进修的时候病死的。官家虽不爱郭氏，但不忍她孤独终老，想接回宫内。当时在废后这件事上出力最多的严文英，怕郭氏入宫得宠，报复于他。恰郭氏感染风寒，严文英率御医前去诊治，越治越重。下毒？不，他是被活埋的。严文英不敢下重药毒死郭氏，那样太明显了，就换了几味药，加重他的病情。那时，官家在南郊治斋，即将归来。严文英怕他回来以后去看郭氏，将他在尚未气绝时，便强行抬入棺木，收敛了。
绝不能让娘娘遭到这样的算计。可是官家十分看重娘娘。我知道，但是官家心上放的人和事实在太多，他未必能顾得周全。他要的是前朝后宫天下，食谱不至于倾斜而已。可是你这样，官家已经出言警告了。我自奔波我的，也不是谁指使我去奔波。官家心思明镜，自然明白，不会因为对我的不满，便去迁怒别人。至于我自己，便是被官家处置了。我也心甘情愿。你要什么？我那里还有2坛，我让他们去拿。哎，酒醉伤身，料子已经让他们去煮醒酒汤了。我没醉，我从来都没醉过。你平时可不是这样的。我失仪了吗？没有吧？在你夫君的私情，怕什么失仪？丹叔，失仪也不会让天变塌下来的。宫变那晚，你强撑着不让自己有丝毫失仪，但是内里，你真的那样沉稳笃定，没有怕，没有慌乱。官家是来追究臣妾，处置莲儿之过。你真的觉得他那么的罪无可恕吗？臣妾就是为了撇清自己，怕受牵累。一个小小宫女，一个小小宫女。然而真的撇清了吗？
你可知，皇后当场诛杀与谋反侍卫私通的宫女，被拿来与杨怀敏不听谕令，诛杀最后一个谋反侍卫相提并论，被认为是杀人灭口、湮灭证据。官家若要追究，是问话，是禁足，还是诏谕断炼，臣妾绝无二话。你就不能好好听我说话吗？啊，10多年了，一言不合，不是祖宗家法，就是臣妾任由官家责罚。你口口声声的臣妾错了，臣妾不对，你可有半分觉得自己当真错了？你口中的臣妾有罪，其实是在说陛下昏聩。臣妾错了，臣妾大错特错。我有无情，有愚蠢，当时不肯网开一面，如今留下更大的后患。官家不必羞辱我，休了我吧。曹丹叔，你真的愚蠢！你竟以为哪个男人想请一尊活菩萨回家吗？啊！当时我也不知道灵儿究竟会牵扯出什么，她也确实犯了当诛之罪。你呀，当时不够仁慈，或许更不英明，留下了后患。是谁人能一辈子不犯错呢？朕自己犯的错，难道还少吗？年轻时候一时任性，为了与大娘娘斗气，无意间害得一家普通百姓家破人亡。好水川时，错判形势，支持韩琦冒进，万余将士埋骨他乡。官家，你不要总是这样自责自苦啊！臣妾再三问过御医了，官家心疾总是反复，积郁难消便是首因啊！起来。丹叔，你是臣，但更是我的妻。你要有了麻烦、委屈，或者有了错处，只要不违反国法伦常，别总想着只是跟陛下抗辩申诉，或者是认罚，你还有夫君同你分担，替你出头，帮你修补。哎，我说你这人可真有意思，
明明是个大奸，该是贪财好色，在家日日笙歌，搂着小妾喝酒才对。可你倒好，却把这些年搜刮来的珠宝钱财，大多都换成了这些废铜烂铁、破竹片子、乌龟壳，还有那些女的，个个也都是月房酒肆的可怜人。到你这儿啊，算是享福了。我夏宋生平最厌恶圣人，尤其痛恨满口仁义道德之徒。范仲淹、欧阳修这伙人，才冗官辩才，动辄以仁义道德挟持，没得让我恶心。玉兰，你可知我为何喜欢这些古物啊？你不从小就喜欢吗？那时候没钱，你便四处坑蒙拐骗。我从19岁上就不相信什么尧舜与圣君周公旦完人之说。我就想自己寻到这些古物，再读懂这上面的真文字，看看是不是尧舜也有弄权之时、刚愎之处。周公旦是不是也是贪财好色，一如我夏某？那这么多年，你长着了吗？上古之物本就难寻，沿袭古文又岂是易事？圣人非圣的证据虽然没有找到，从这上面的只言片语也可看出，汉儒所传的经典未必真经。有意思，当真有意思的很。贝州之乱之前，明号诸将久攻不下，文钦自请亲往前线破贼，未及2月便破城诛贼。更难得奖惩分明，安抚百姓，查禁邪教，需备城百姓借贷青苗耕种，以不误农时。文钦为朝廷立了大功啊！攻城破贼之事是官家洪福庇佑，众将忠勇；而如何驱除邪教、教化民众，全赖临行前官家提点，方懂得不可将所有弥勒教众等同谋逆，因以无知百姓而处之。官家仁爱，高瞻远瞩，臣委实敬服。文钦过谦了。臣并非过谦，父宣抚使明浩之前久攻不下，是因凡明浩之所奏情，十之八九都被夏宋从中阻拦，因此延误战事。臣亦有本奏。文学士虽是过于自谦，然而言及明浩带军讨贼时，处处受夏宋掣肘，却是实言。夏宋一贯极贤度能，排除异己，攻辩一事，包庇杨怀民，而欲诬陷中公。朕不是已经从了众卿的奏请，将杨怀民贬黜出京了？臣以为贬杨怀民未及根本，追责夏宋方是正途。杨怀民与夏宋多所勾连，夏宋此人其性不正，贪婪奢侈，对官家有卑鄙小人的阿谀奉承的能耐，却从不尽大臣耿直进谏的责任。哎呀，朕刚才走了个神儿，没太听进去和亲的议论。前几日，朕与皇后带着福康公主和几位娘子去上香，路上停了停，着人去买了桂花糕和松子糖，包点心的纸却是东京城的小报。公主好奇看了，对朕说写的是朝堂大臣的事儿，可是却比进奏院的底报文采要好。
自苏舜钦、王懿柔等贬除之后，进奏院颇乏才俊，邸报文字日渐粗俗。臣以为苏舜钦等人当日放浪形骸，大失世人体面，官家罚得极是。然而他们并非当真悖逆，也非贪赃，只是酒后失言。薛吉出京已3年，期间诗文书信已大有悔意，且文风不复当年狂放。臣以为苏舜钦之才，若自此不能报效朝廷，倒是可惜了。文钦以为呢？臣以为何谈所言甚是。朕也觉得何钦说的有理，不如中书议议，便起复苏舜钦为湖州长史如何？我正说着夏怂，中途官家这是故意要岔开啊！一说到子美，我一下子也忘了前头说夏怂的事儿。子美当时啊，实在是时运不济，让王拱辰不依不饶的，竟削了级。这处罚确实有些重了，但如今能起复，说明官家的气也消了，这是大好事。至于夏怂的事儿，不急。如何不急？此人实乃奸佞小人。当日对十戒赶尽杀绝。苏自美事，明里是王拱辰在前，不依不饶，暗里难道他没有挑拨是非吗？哼，此人便是看不得君子当道。如此说来，这当口上，陛下说起起复苏子美，怕是颇有深意呀。哟，你还真是病了。你先下去吧，我来。你这是怎么了？觉得我装病，还特意出宫来看我。我是出来给王拱辰夫人、王氏夫人带个口信儿，顺便过来看看你而已。那你说，张娘子怎的突然现在又上进了？是想明白了，若没个名分，哪有什么很久的情爱一说？哎，我听说这次王志他们都在出力，请官家遵义张娘子。官家也跟几位朝臣反复讲，宫变之夜，张娘子不顾安危，挺身护驾的功劳。哎，若蓝条真能得子记在张娘子名下，官家也不爱皇后，到时候你们再一起奏请，就说中宫内人私通侍卫，皇后最宠爱的宫女秋荷和画师崔白私相授受的事儿传开，没准儿这事儿真能成。可是杨怀民被官家贬出去了，皇承思又落到了张茂泽的手中，还不是被那帮谏官逼的。没事儿，过几天他便回来了。过几天便回来了。世事难料啊！本燕伯平日甚少议论，他夫人跟祥兰阁走得近，他又跟张娘子的伯父有交情。对啊，怎么？没什么，是没想到贝城之乱这么快就平定了。文彦博入城，对弥勒教竟然使用了安抚手段，只将几名贼首弃市，以办官学平邪教，竟未因贝城之反，在普天下将信邪教视为谋逆。
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文彦博、横竖都不会反对遵义长娘子的。我在朝廷内外追查邪教谋逆，官家又干脆将宫乱之事不了了之，无处发力呀。好了好了，哎，看看，我又给你找了一对猫眼石的耳坠子，喜欢吗？不喜欢。啊，下次再来光顾啊！好好好，走走走走，好好好。去。还有样吗？让。哟，我才2个月没来，你这老货，看样子是都已出境了。啊，昨个才出境，最后几批货呀，卖给契丹商人了。是吗？如今江南绫罗绸缎时兴的样子，换的可快得很呐。咱们国朝的女子一个个挑拣着呢，断不能落了个老套俗气。过时的样子便只有卖给契丹，再粗糙些的，只有卖给吐蕃人、西夏人、交趾人。哦，江南新进的双色旗，回鹘进来的驼绒毯，单只给你留着呢。双色旗是哪种啊？哦，哎，哟，这2个看着挺像的，但2个颜色都好看。这样吧，你把这2个包起来，给我府上的人送过去。好，我们家娘子呀，定会喜欢的。好好好。好了，谢了。哎，昨晚您说在内东门例行检查时，发现他带了1件茶盏、1件银杯，没有记录，他自己又交代不出来头。送到我们这儿，我们连夜从他的屋内搜到了这么些东西，居然有50伞和催情香。搜查时没惊动人吧？您特别交代过，我们很小心，提前确认院内并无他人。你是自己先说得个将功赎罪的机会，还是我拿着这些方子直接到御医院查验，看看你到底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带进香软阁？还有这些金银器物，你是老老实实交代清楚，从哪里来，为何而来？还是我上缴到任督之那里查验来源？先生，先生，我谢，我愿意戴罪立功。去把我腌的甘草梅子和山楂拿来。官家这几日有些咳嗽，甘草梅子和山楂用开水滚过，饭后饮了，又止咳又消食。我和慧柔都试过。哎呀，荷儿最会保养啦，10多年来都没什么变化。哪能没什么变化呀？官家尽会哄我开心。慧柔都定亲了。慧柔，在想什么？啊，姐姐。女儿近日一直在读陶渊明的诗，很是入迷。慧柔喜欢陶渊明，这极好啊！你都读过什么？最喜欢哪几首？五柳先生传啊，归去来兮辞啊，读山海经13首啊，还有闲情赋啊。
贺柔喜欢哪几句啊？给爹爹背几段。我最喜欢女儿读的也是断断续续的，有的句子呢也不知解的对不对。爹爹，怎么？还要爹爹给你讲诗？不要！爹爹这么辛苦，爹爹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，这点小事，爹爹就让怀吉给我解不懂的。也好，我还有几份要紧的奏书要赶，这便回去了。你都想好了？想好了。那个，让我再定定神儿，我再定定神儿就好了。跟蓝条要小心说话，别让他看穿了。是。你在这儿候着。是。愿在衣而为领，乘华首之余方。悲罗巾之萧离，愿秋夜之未央。愿在长而为带，束窈窕之纤身。皆温凉之意气，或托故而服心。愿在发而为泽，刷悬鬓于颓间。悲佳人之吕木，从白水以枯竭。愿在眉而为带，随瞻视以咸阳。公主，什么？公主是哪一句不会解啊？我怎会不懂？我当然懂了，只不过我故意让爹爹把你留下来，陪我从头到尾读一遍这《闲情赋》。啊？怀吉，你说这陶渊明他可好看？名士风流，定会是使人仰慕的。那么，能有曹哥哥那么好看吗？怀吉，你看，这是前几日宫宴过后曹哥哥送我的，和这玉书一起。愿在发而为泽，刷悬鬓于颓间。
一听他说贤情妇，再看他那神情，便已知不妥。果然如此，果然如此。你若朕不追问，你竟还想隐瞒？秀姨，秋荷姐姐，官家看着好生气呀，他不会……别瞎想了，官家自是想对娘娘说些不让我们听的话。可是官家的样子仿佛想打人呢。我愿做你的领巾，可是还怕你夜里就把衣服脱了；我愿做你的衣带，可怕过了一冬你又换了新的；我愿做你的头油眉笔、凉席锦被，混账！竟写出这等淫词艳曲，不堪入目。官家，这是名家之作，平儿倒也写不出来，不过附庸风雅。附庸风雅。要做徽柔的头油衣带、凉席锦被，这还叫附庸风雅？谁让你跪？关你何事？平儿是我内侄，我是让你说该如何处置。不如将他禁足，或者，官家若要重罚，若是将他重罚传将出去，岂不是毁了徽柔的名声？我过几日就正式宣布徽柔的亲事，封李伟为驸马都尉，升何尔为淑仪。谁敢再打勾引徽柔的主意，我……官家，来坐。臣妾明日就开始为徽柔准备嫁妆。倒不急着举办婚礼，徽柔还是个孩子。曹品这个混账！臣妾先准备着。臣妾这就将弟弟传入宫中，嘱咐他对平儿严加管教。在牛行街的那套宅子，我们已经派人日夜盯着了。还有，经过查知，在东京最有名的买卖脚迹的牙人，确实与贾玉兰有银钱往来。这位牙人已经查明，在4年前禁止与西夏贸易期间，偷运山盐。属下已顺着这重线索，查着了杨怀敏在京郊的一处宅子，交易之人便是与贾玉兰联系的牙人，房契已经取得。把这些6成真4成假的散出去，再让东京书坊的小报登载，务必要让谏官御史知晓。娘子，外头又有了新花样。瑶瑶那时候一直都想要一只流苏簪，她不知道这是什么，就跟我说：“姐姐姐姐，要那个嘟嘟嘟嘟摇啊摇的花花。”她喜欢蝴蝶，也喜欢流苏簪，可她那个时候太小了，我怕啰啰嗦嗦的弄掉了再伤着她。这簪子她定然喜欢。便给她做成新衣裙。也到了她生日了，我给她做了许多东西。
这个孩子，我决定，小名就叫瑶瑶。娘子难道不想要个皇子吗？我更怕女儿。你若生出皇子，以后还能生。这次生了女儿，就叫瑶瑶。老臣叩谢陛下圣恩。陛下英明。选李伟上主以宠荣旧家，是报张义皇太后故父之恩。天下闻之，莫不感叹其策，相劝以效。陛下圣明。启奏陛下，臣有本上书。回柔，于是你听姐姐说，好不好？轩，北风凄凄，炯炯不寐，众念徘徊。其舍待已似尘，繁霜灿于素阶。积敛翅而未鸣，滴流远以轻哀。神仙一曲渔家。曹哥哥，你也会这般念着我吗？夏总与杨怀民根本勾结一气，互通有无。宫乱时，宫中堪居，夏总多方包庇杨怀民，一度使其轻叛。幸而官家英明纳谏，如今杨怀民已经罢黜，但夏总仍身居高位，中外之心无不愤激。恳请官家弃用夏总，上为社稷之谋，下为陈述之望。宫乱一事已有定论，何御史为何诬陷夏书相？而且，中外之心无不愤激，是指哪些人聚在一起，不负官家判定，而要以陈述之望要挟官家？臣便知，若只上奏书论证，必有人指臣为狡污，目臣为朋党，奸邪小人，尤善狡辩。好，夏总之恶，有些是臣最近风闻，然而臣乃御史，并非断案之人，风闻过恶，理应奏报，便是臣的职责，未免冤枉他人。今日臣便在御座前，当着夏总之面，将风闻过恶一一列出，他自可辩解，看看臣是否在狡污。和亲耿直，但若在庭上让御史当判官来审枢密事，这是坏了法度。和亲乃是御史，封文奏事是亲的职责。和亲的磊落态度，方才朕、夏怂，还有朱钦，也都看见了，不会误会和亲，故意狡污。那么和亲要说什么，便按规矩上奏书便是了。
进来。官家，人手中说你调了一队人查京城的衙人。是，我查出了这衙人与当年韦靖私运西夏山岩入境，私贩脚迹出境有关。哦，4、5年前的事，怎么如今突然又查起啊？当年一度失了线索，但后来，臣手中的部分案子交给了杨副都知。官家，官家，张方平、张学士到了。进来吧。你说你来的时候遇见皇城司的人，说抓了个司陶宫女回来。是呀，说是杨副都知当年追查过的司陶宫女。那谁审她？说什么罪了吗？这多年前犯了什么案子，倒不太清楚了。不过说她是典当了一只香炉，被认出是宫里的东西，这老板警惕就报给了差人。不料这一查，竟是杨副都知追查过的司陶宫女，就给抓了进来。那怎么审？谁审她？杨副都知如今出了京，案子都积着，宫乱的事也还没完。大臣们又弹劾皇城司常常不守律法，自用私刑，让忍让裁点，眼下且还顾不上。那就在皇城司压着呢。这一个司陶出宫的宫女而已，就先送去药花宫了。叫你来，便是为了商量此事。河北地震，司天监上了奏书，说他们观天象推测，天成异象，乃是因身居高位者持身不正所致。夏竦奸邪，却久居高位，以致天变。恳请官家罢黜夏竦，以顺天意。夏竦今年官声确实不好，与首相陈执中素来不睦。也罢，便让他出知河南府，督修黄河河堤吧。臣请撰写驳词，在致书中明抒其恶，以君劳役为由草之便是。公主都走了这么多年了，可娘子还是这样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劝劝她，别太执迷于过往？3公主、8公主也罢，可瑶瑶走的确实意外。她一直都觉得定是有人谋害，到现在都不敢信。可是你确实是意外，你知道那花粉并非是……行了，别再说了。前几年，他还想着要查那个陶朱宫的宫女。近几年他也不怎么再提了，再过几年他就会忘了。你也别再说这事儿。那样就老老实实把孩子生下来，别出什么幺蛾子，有你的好日子。夏竦是能臣，且不说他古文著书的建树，如今回看他对西夏战事的上述议论，推崇严守不攻，寸土不让，锁边停商，实在是切中要害，极富远见呐。
但是当年，朕与韩琦尚且年轻气盛，更不要说欧阳修、蔡襄、苏舜钦几个。彼时他贪恋安逸，懦弱拒敌，自此为君子不耻。之后，从庆历、圣德宋起，便坐实奸邪小人之名，也自此大行奸邪之实。锱铢必较，睚眦必报。夏竦此前虽有政绩，然而朝堂君子皆恶夏竦，却也因他贪财好色，不修私德，行事从无君子之风。若是朝堂，乃至天下，凡议事，必分为忠正奸邪；凡论人，必分为君子小人。这样，为了是非黑白的党同伐异，比为了权财的排除异己，更让朕不安。朕还真不愿见君子成党，一呼百应。官家，爱财是天性，向善亦是天性。天性本无过，然而无法持中，固执偏激，就是为恶了。违反禁令，犯入私盐，这原不是皇城司该管的案子。你当年查，是怀疑与官员有关吧？当年朝廷严令所编，西夏人虽说也有为了生计铤而走险，通过重重关卡贩盐入宋的，但一定是少量。如此大量入境，必得是守边将官给了方便，且能一路到了东京。那么臣推测，给方便的官阶，当不会低。你怀疑夏竦？是。可有实证？进言一事，从种种旁证推测，臣坚信夏竦曾监守自盗。但是臣查了1年多，却未能取得实证。不过，夏竦与杨怀敏勾连，私传境中消息，人证物证俱全。杨怀敏已贬，夏竦也将出京。你皇城司该查的，自当查下去。朕只有一句话：持中处置，不因喜恶而偏激。是。君劳役，怎么不把陈之忠调出去？说你奸邪，说你不修私德，我看那陈之忠家中才是上下乱成一锅粥。即使能想到文彦博很快平定对州之乱，也想不到外有谋反，内有宫乱，样样都跟弥勒教有关系。可是官家就是不忌讳，我追于党，追于党，白白的一个天时地利的好局啊！那文彦博也真是阴险。这边他夫人跟我们走得如此密切，以为是一线，结果却反咬一口，在朝堂上假作公正谦逊，果然是得了巨力，败了副相，真正的伪君子。还有那王拱辰，罢了，我这步棋也是。喝水，喝水。
岁月已晚，时日无多。呸！别说这些不吉利的。我这是七星献朝，偏偏就错算了官家。可是你这病经不起舟车劳顿。我病的是时候，官家已经请太医院的太医来给我看过了，我也上书启留京师。世事难料啊！蓝条现在还没有从香鸾阁分出去，若是生子，也算是香鸾阁的皇子。官家本就已尊以张娘子，倒是他们能一起替张娘子进言便好，一切就都有转圜。官家给夏总留足了面子，并未列举罪状，谁知他竟上书自认有罪，待以病重启留京师。何御史大怒，昨日早朝的时候，竟然说直接骂他厚颜无耻，又说他奸邪险诈，天下闻名。这次罢免书要是朝野上下拍手称快的大喜事，官家万万不能心软，还用了孔圣人说的怎么治国，那叫什么什么来着？孔子曰：“放正声，远佞人。正声言佞人待，所谓治国要远佞人，是因为佞人在君侧，则必为正理之害。”可不得了了，公主竟这样有学问啦！徽柔啊，我看你还是多读些诗词的好。女孩子家学什么治国呀？学什么都无用，娘娘那样有学问又端庄守礼，爹爹还不是爱张娘子？为了爱她，连孔圣人的话都不管了，偏要留奸邪小人在自己身边，只因这人可以推她上位，陷害娘娘。爹爹自己就喜欢长得好看的，可若别人喜欢，变成了轻浮。真是越大越没点分寸了，回你无眠必须。姐姐，这孩子这是？我也不瞒你说，还不是因为娘娘家那个内侄，确实是神仙人物，可官家不愿意让徽柔嫁给他心中的神仙，定要驸马都尉把徽柔当仙女儿。这也是父母心。那曹平也确实太招人了些。他可是认定了官家不喜欢曹家人，就随随便便将他包裹起来，当成珠宝玉器般赐给母家增辉了。说实话，这么想的可也不止徽柔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臣上了数份奏书，官家皆不理。臣恳请面君，官家亦不理，臣只好在此守着，惊扰了官家，但凭官家处置，只求官家听臣禀奏。你要说的，朕都已知晓。只凡事有轻重缓急，夏总确实病了，不妨。夏总奸猾，出京之事，顺天意，合人心，须当机立断，万万耽搁不得。古时有岁首见证，秦毅能做到吗？古时君不从谏而臣有岁首，
如今陛下受谏如流，臣岂敢偏执孤名，而将罪过归于君父？哈哈。我这一走是回不来了。这一辈子，穷苦过，富了；忠勇过，奸了。从小不过想着能位极人臣，有爱妻偕老，到头来算是懂了“意难平”3个字。张茂则查找了不少，不过严的是，他应该找不全证据。不是擅人叛国的事，又没有影响军务，找不见证据，按照官家的性子就不会重罚。官家这个人，宁可放错了，也不肯罚错了。官家是不会拿你们怎么样，但是遵义张娘子这件事儿，怎的也是不可能了。蓝条嘛，我想他即刻就会攀附皇后的。玉兰呐，玉兰，人这一辈子，谁能逃得过意难平3个字？师父，王志今日再提遵义张娘子，高若讷立即附和，张方平便驳斥护驾有功之说。何谈说张娘子德不配位？王志又说，如今御史许内人身怀龙胎，在祥鸾阁被张娘子照顾得甚好，张娘子很有贤淑风范，以此反击，何谈说张娘子德不配位？官家怎么说？官家什么也没说，只看着他们争。师父，若是蓝条生子，又甘愿以张娘子为母养育，是否遵义一事就板上钉钉了？你先回去吧，今日想必争不出什么结果。先生，许内人果真去找他了。今日当值的内侍主管是当年杨父督知的手下，与许内人也是极熟的。官家，非貌则偏执，这是天意，亦是他的选择。秋荷，娘娘，这是国舅送来给娘娘的。秋荷，来看看，我刚试的插花，看看还能凑合入眼吗？娘娘可真是折煞奴了。
我自小不善此道，我们曹家孩子弓马骑射是极好，经书是要读的，焚香插花绣弓那可真是不行了。娘娘最近倒是真是爱上焚香插花了呢。天降了个好师傅，要一起过半生时日，不可浪费了。翠白离开画院，去云游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没人难为他。可惜深宫院内没法跪求娘娘传授武艺，倒是最近有在努力读书，有好些不懂的。若是娘娘得闲，肯指点秋荷一二，那便是秋荷的大造化了。娘娘，我的挚友，有恒，他夫君姊妹，竟在10日前病逝了。祥鸾阁送来的衣服，徐内人发现少了袖口金丝香珠。再一细查，发现几次送来的衣服少了不少珍珠、翡翠、金丝、银线的装饰。我派人去各屋彻查，便在你那儿发现了这些。这里边有御赐的物件，你敢在洗衣时偷，这简直是当诛之罪！张高班，这按律应该怎么处置呢？他本就是个罪奴，竟在被判劳役期间偷窃娘子阁中御赐之物，按宫规，杖责40。且慢！张先生勾当内东门，怎也要来管服完之事了？启内人大概不知道，茂泽义士勾当皇城司，如今接手了因罪被贬除出京的副都知杨怀民手中未尽的事务，其中有一个案子，是追查当年四公主抱病夭折时逃出宫的宫女。杨副都知接手了这个差事，却一直没有推进。最近，我却找到了他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明白。但我手边事多，一时还没弄清楚当年事的来龙去脉，便先将他按照罪奴惯例暂且安置在这儿。谁知，却听说他又犯了事儿。他偷了祥鸾阁送来换洗衣袍上的许多珍贵饰物，该当杖责。
该当杖毙。我没有偷，他在造，他想杀人灭口。公主，驸马都尉这一幅画一幅字儿，官家看了都赞不绝口。公主也爱画，别夸了，放那儿吧。公主，驸马都尉的字画却非凡品，画带字意，自含画韵，要不然公主……怀吉，这是我这些年的画稿，你老实说，有没有一张很像样的？这……当年爹爹听说我要学画花鸟，便指定了画院中他最欣赏的崔白教我，让你从中传达师傅的指教。结果呢，你的画已经颇有所成，可我还是画成这个样子。崔白看了我2年的画，便发现我是朽木一块，之后的批阅，便也只是“甚好”2字。公主是极聪明的，只不过我并没有对画那么执迷。我当年要学画，不过是因为我自己心里的那个傻念头。那时爹爹整日埋首在奏章公文之中，都不知园子里的花何时开了，屋檐下的燕子何时来了。我想要画给他，不是我爱画，是我看见什么好的，都希望喜欢的人也能看到罢了。对于一个不相干的人，看他画的画、写的字，干嘛？不过这个李伟总算做了件好事，他给爹爹送画，爹爹派你来，你便可以陪我。对了，前日曹府给娘娘送了春猎新得的皮毛，你陪我去挑件好的。公主何时这样喜欢皮毛了？你明明知道，干嘛故意让我说？对啊，我就是觉得春猎时候，曹哥哥一定是身手最好的。他策马弯弓的样子，可得有多好看呢？请张先生明鉴，那些玉扣、珍珠、金丝银线，全是主管给我，叫小人指证是罪奴处搜出来的。胡说！他们联合起来陷害我，他们是联手陷害。有人要害龙台，有人要害龙台。许内人不必慌张，我自不会信任何一面之词。只是，他是当年四公主夭折时见证之人，我尚要盘问他当时细节，断不能让他在此时有任何损伤。他偷窃没偷窃，是他陷害了别人，还是别人陷害了他，自会带回皇城司细细审问核查，却不是在此时行刑。来人，将这2人带回皇城司。虽然许内人涉嫌诬陷，但许内人身怀龙台，怕万一有个闪失，我是不敢此时请去皇城司的。不如这样，我将此事前后原委去祥软阁禀报张娘子，请她定夺如何处置好了。
陛下，陛下。知州，你也要学和谈蓝点进谏。今日已经吵了一下午，你们尽可畅所欲言，但是让朕先用个晚膳，歇息歇息，朕都有些耳鸣了。陛下，臣此时并非要提起方才争执之事，只是方才得知起复苏顺钦的致书才下去，他尚未赴任，便病重而逝了。